我听说刚刚有一个导演叫你看伟东的方向，找你的方向。然后你抬很高的。对，放在天上。反正我刚刚在对嘴有一幕，就是你会不会什么之类的那个歌词，然后因为看超低的，因为我站着，然后导演在这边，我就这样，然后我心里想说这是看凯西的角度吗？没关系，那是一种意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伟忠。嗨，我是凯西。我们现在呢在拍摄的 MV 呢是这一次专辑里面很特别的一首歌曲。那除了呢是华语歌之外，算是我专辑里面第一次收华语歌。哦。然后它除了是华语歌之外呢，它同时也是《必损》这首歌曲的华语版，而且还做成男女对唱，所以就邀请到我们同公司的凯西一起来合作这次的歌曲。因为今年我的出道20年的那个生日音乐会，我邀请到伟忠对来跟我合唱《必损》这首歌，我相信你一定是看到我的潜力了，对不对？对。我觉得它其实是有点甜甜的感觉，所以你的音色来唱这首歌，我觉得就很适合这样。而且那时候就是在演唱会的尾声的时候就有说，希望有机会可以跟伟忠合作。没想到这个机会来得这么快。我发现这次伟忠，因为你比较少唱华语歌，他给我用尽生命在给我转音，就是他每一首的尾音都要大转特转。那个很棒的点是因为其实《必损》这首歌对女生来说比较低，对，但是因为这次呢有男女合唱版，所以就变成如果你是情侣啊，或是好朋友去 KTV 呢，就可以大唱特唱。没错，所以呢，赶快练起来，必须，冲起来！